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发动关税战争，讲明就是咱台湾收走因美国的半导体生理。有民调就表示讲，超过60%民众认为台湾的半导体就是护国产业，两看若拍起来，美国应该会出兵。另外嘛有85%民众反对台积电甲2奈米上先进的晶片转去美国生产。 美国总统川普1月20上任，提出关税的议题，各国拢无用想办法咧应用。有基金会针对上新国际局势做民调，发现有50%的民众认为台美贸易无符合对等公平，也是有超过60%的人认为讲台美贸易是美国较占赢。他认为说，美国完全不需要。 透过所谓的这个奖励，就是胡萝卜的方式，而是可以单靠大棒政策，就是一个如果你不依的话，我可以对你用关税的这个手段来威胁这些厂商，然后尽可能去美国本土做更大投资。 除了关税的议题，民调还佫指出，有83.8%的人认同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，佮有超过60%的民众拢同意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的靠山。嘛不离中国若武力拍台湾，以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可能会采取军事介入。针对川普讲台湾甲美国半导体生理抢去，有80%的民众拢无认同这款的讲法。大部分的民众认为讲，川普若要求台积电甲2奈米上先进制程刷去美国，表达无同意经济部放行。专家认为。 讲台积电除了伫美国投资的脚步爱放好较慢，嘛莫应川普政府的要求出手救 Intel。台积电去美国最怕的是它的机密外泄。 对不对？机密外泄，那你去 Intel 基本上就给他们了嘛，就更麻烦。川普觉得台湾人好欺负嘛？你怎么可能叫你去救你的竞争者？根本是完全不合理的。那当然，他可能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啦。所以我们希望台积电或政府真的要找个应对的方法。专家认为讲，现阶段台积电应该爱甲美国好好谈判，为家己来争取，才会当得到美国的尊重。另外，台湾政府嘛爱出手斗相共，让台积电一直徛伫产业领先的地位，才有谈判的本钱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